但你想想，你我一个孩子。你好，田总。你好，我叫 Mike， 我是我们公司华北地区 CEO。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快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其实我应该早就来拜访田总，但是我们合作方案还没有完全调整好，所以现在才来。我们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公司品牌跟您的马场是非常吻合，都有一种贵族气质，所以我们希望能跟田总跟马场有一种长期的合作。我们的合作方案，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？啊，了解了。没想到麦克你中文说的这么好。另一个饭局啊，那就是大忙人。饭菜我都准备好了，您一会儿就过来吧。哎呀，田总，您要是不来的话，那我得多伤心啊！嗨，麦克。不好意思。没问题。这样吧，如果田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别着急嘛，这个合作嘛，本来就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事儿，是吧？虽然呢，我在这儿是老总，但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，毕竟得通过董事会啊什么的。但是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刘总都要去英国跟威廉王子啊、哈利王子他们去打马球，你懂吗？明白。那好，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。我们想在您的马场开一个珠宝展，也把我们的广告牌子也放在您的马场内，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大，可能会要求您停业个10天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们会按照您的报价来算账。哎呀，这个停业有点不太好办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这个马场还有别的合作方，如果要是停业的话，我们得提前跟人商榷。对，我们也已经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总公司也已经同意了，为了弥补您的损失，再给您加上100万。这个我个人觉得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，是吧？但是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们先出一个策划书，然后我们开会讨论一下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听说您这边有一个雷小姐，听说她做方案是做得非常好，如果能跟她合作做这个，我觉得最好。没问题，那预祝咱们合作成功。合作成功。
田总，这是我特意亲手为您煎的牛排。哦，怎么让您董小姐亲自下厨呢？香吗？噎得慌。啊，喝点水。田总，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事想要求你。董小姐，看您说的，有什么事您就说，别说求。田总，100万，他们要用我们10天，您不觉得太亏了吗？这100万虽然不是什么大数目，而且咱们还得5分账，可这50万对于你们会所来说，不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吗？可是田总，他们是做奢侈品的，随便卖出去几件珠宝，那就要超过100万的。你说的也对。哎呀，麦克这个小子是有点抠门啊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帮我改造家。老婆你，我都没法说，你把这个家整的，哎，我都说不出口。帮我改造家。别改了，你把家都整得跟怡红院似的。帮我改造家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啊？就是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需要改变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要今天不帮你把这个家改造了，你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睡觉了？是，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性格、什么脾气、什么星座。好，那咱俩做个交易吧，我可以帮你改造这个家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帮我完成一个心愿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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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麦克，你究竟哪儿不满意？这个设计方案我们已经翻来覆去的做了很多遍了，你还是不满意，全都给你 pass 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算了，珠宝家4重没有错，但是谁都能想得起，我们要的是